1984年12月初3，印度有一间美国化工厂发生严重的毒气泄漏，当场死2259个人。过2礼拜后，中毒死去的人数18000人。直到今仔日，当地有超过55万人着肺癌、腰子海气或者有肝病，是史上上严重的中毒事件。1996年12月初3，胖建3港的时任民进党妇女部主任彭婉如，伫咧高雄县鸟青乡一间工厂边仔的草圃仔缝发现，伊吸毒35刀死去。检警全力调查，赏金阁关要2200万。不过，这件命案过24年也是无法度破案。2006年12月初3，强烈风海榴莲扫过菲律宾，上大雨引起水崩山。阴山社区，予526个人死去，740个人碰见，100万人无所在通去住。当时菲律宾总统艾诺玉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。